我玩咗 Returnal 都玩咗一段日子啦，而家呢就可以俾大家一個中期評測啦。究竟呢隻 game 值唔值得大家玩落去呢？以及呢一款遊戲有啲咩優點同埋問題呢？我係超主觀遊玩評論室嘅李奧，我會不定期評測一啲推出咗一段時間啦，但係隨時會做特價嘅遊戲。因為呢啲遊戲好在就係佢特價嘅時候好抵玩，而且呢官方可能已經冇再更新㗎啦。換言之呢，基本上所有嘅系統呢都定咗落嚟，唔會忽然間再有啲咩奇怪嘅改動。如果你對呢種類型嘅遊戲都有興趣嘅話呢，記住訂閱我哋嘅超主觀遊玩評論室。咁而家首先講嘅就係我上條片有提過嘅好叻機嘅問題。我自己啦嗰時係用咗官方設定嘅低效能嘅配置嘅，但依然係非常叻機，好似打 PowerPoint 咁樣㗎啦已經。後來呢，我再手動去設定咗一啲嘢啦，將幾乎可以關閉嘅設置呢都關閉咗。咁呢款遊戲又非常叻機啦，終於變成可以算係暢順遊玩啦。當然去到某啲位嘅時候都係仲會有微微咁叻一兩下咯，但至少都仲可以繼續進行嘅，所以都可以接受啊。另外啦，之前覺得呢款遊戲呢係會覺得冇咩令人上癮嘅元素嘅，有時玩落下呢就想會抌低去埋一二邊玩其他 game 噶啦。但係隨住時間進行呢，咁因為呢個劇情呢都算有啲懸疑㗎，再加上開始熟悉隻 game 點玩啊嘛，咁就會有少少想繼續玩落去嘅衝動嘅，有啲就係唔想抌低個手掣嘅感覺出現啦。所以啦，作為玩家嚟講呢，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一直玩落去呢隻 game 嘅時候呢，又覺得有啲問題會出現嘅。例如啦 Returnal 呢隻 game 我覺得佢嘅 boss 戰呢比精英怪呢仲容易打嘅。因為打精英怪嘅時候呢，有時會有啲場地嘅限制啦，加上好多時候啲精英怪又勁啦，血又厚啦，又快，所以通常打精英怪呢都係會有所損傷嘅。咁我就覺得比較難打嘅。反而呢 boss 嘅招式呢係比較容易預測同埋迴避嘅。會大概知道佢咩時候做啲咩動作，所以我覺得 boss 戰係比較容易打嘅。咁隨住個遊戲繼續進行啦，我發現咗有啲嘢嘅。我發現我唔打啲怪呢，直接走過去好似仲抵咁樣。哇！咁喺呢度講嘅係咩意思啊？就係話我玩嘅時候如果我好乖咁樣去清理晒所有地圖嘅嘢啦，慢慢殺晒所有小怪，拎齊晒最好嘅裝備再打 boss 呢，我發覺呢，咁樣損害仲大喎。跟住我後邊發現，我唔理啦。總之一重新開始嘅時候，我就由起點一度跑，避過晒所有怪。除咗有啲係強制要我打嘅怪之外呢，其他我都係直接跑過去，乜鬼都唔打噶啦。哇！咁樣我反而更加快去到隻 boss 面前，可以用更加好嘅狀態去挑戰隻 boss。雖然你可能會話咧，咁你啲裝備可能冇咁好道具冇咁多噶嘛。喺理論上你又真係講得啱㗎，但係我慢慢打啦，我血量又唔係滿嘅，但係啲裝備係好啲嘅。但係假設我直接跑過去係有90% 嘅 HP 去打隻王，但係呢，如果我攞一啲好啲嘅裝備，但係得20% 嘅血量去打隻王呢，咁我差別其實都幾大下噶嘛。所以呢啲就係點解我每次都直接跑去揾隻王算啦。我通關嘅比例仲多過我拎齊晒啲嘢去同佢打。咁因為殺光晒所有場地嘅小怪，拎到嘅好處同埋裝備等等呢，佢嘅 CP 值真係唔係好高㗎咋。我反而直接跑過去個 CP 值仲高。咁都未計咩呢？喂，我辛苦用咗成半個鐘一個鐘去殺晒所有嘢，拎齊晒所有着數去打隻王，我都仲未必會贏喎，師兄。咁好啦，如果我打輸，我要從頭開始嘅，之前啲時間係嘥晒嘅。咁但係我可以用5分鐘10分鐘跑到隻王面前，贏咪贏咯，輸咗我都係嘥嗰10分鐘去賭啫。咁另外呢隻 game 仲有個小問題嘅。我發現一路玩嘅時候呢隻 game 呢雖然係主打每次死咗都要從頭開始，但係呢，當我打完第一隻王嘅時候呢，咁有啲位呢係可以俾我跳過去嘅，就係我可以直接去到第二關，喺第二關繼續我嘅路程繼續開始。咁打完第二隻王之後呢，亦都有啲小捷徑啦，俾我喺第一關嘅地圖啦直接連過去第三關嘅場地等等。但係啦，呢個位就係問題啦。我發現得到就係佢好多設計都係為咗重複而重複嘅。我都唔明白點解特登要設計由頭開始呢一樣嘢，一個 gimmick 一個噱頭咯。然之後俾一條捷徑我，
咁意思就係，其實我係可以唔使行第一關條路嘅喎，所以呢一度就係為咗gimmick而搞到好繁瑣咯。你俾我直接喺第二關、第三關開始，個效果唔係一樣咩？點解一定要逼我行條捷徑呢？喺第一關嗰度一路玩嘅時候就不停有呢種感覺出現咯。所以我覺得佢係為咗呢個gimmick逼大家從頭開始行呢個 option 唔係咁好。就好似我玩黑夜君臨咁樣，其實我玩黑夜君臨嘅小怪啦，其實都係冇咩意思㗎。好多時候啦，都係直接衝去某個地點，然之後殺咗某隻王，拎咗某個獎勵，咁就繼續去揾下一隻王嘅感覺。但係當我哋咁樣行啲地圖，去每隻怪都失去咗佢背後嘅意思嘅時候，我哋就要諗下啦，點解要設定佢哋出嚟呢？當然喺 Returnal 呢一度，嗰啲怪物啊，嗰啲小怪出現嘅存在係有價值嘅，佢哋嘅價值就係對你造成損耗咯，令你嘅關卡變得有難度咯。但係好似頭先咁講，我直接走過去唔打咁咪仲好。咁或者咁講啊，有啲怪呢都係設定咗會追住你嚟打嘅，點都好呢都會扣到你啲血㗎啦。但係排除呢一啲，佢哋除咗淨係用嚟損耗玩家之外，係冇幫呢隻 game 冇幫玩家帶嚟任何增值㗎。你諗下喎，其實一個比較好嘅小怪設計，我真係覺得要參考下殺戮尖塔。佢會俾你選擇，就係你打唔打我啲怪，你打嘅就打，你唔打嘅可以行另一條路，可以打隻精英怪，可以去休息，可以去商店。你就算打隻怪啊，打完佢會幫你嘅角色增值，因為打完之後會有隨機嘅獎勵。但係呢度隻怪唔係咁㗎，你同佢嘅怪打完係會有損耗，損耗完你俾嘅獎勵係好低㗎，佢最多就係阻礙你嘅前進，特登嚟消耗你。我覺得嘅吸引力真係唔大咯。然之後你每次重新開始嘅時候，都係要再打過佢哋，或者繞過佢哋跑走。咁我覺得係對玩家會添加咗煩惱，而呢一種煩惱唔係一種善意嘅煩惱咯，唔似殺戮尖塔咁樣打小怪之後係有好處㗎。呢個小怪完全冇呢種感覺，純粹佢嘅出現就係為咗刁難玩家而存在，所以我覺得佢哋嘅小怪嘅設計，再加埋佢哋嘅獎勵機制嚟講呢，係比較普通咯。再加上佢係無限輪迴，從頭開始咁樣玩呢，就更加加倍咗呢一種感覺。最後想講嘅就係，其實佢真係太多專有嘅名詞啦，令我呢隻 game 變得非常複雜。有時候作為一個新手，我由零開始玩呢個遊戲，我都唔理解呢個詞彙嘅意思係乜。然之後喺呢個過程入邊呢，又有更多嘅新嘅名詞出現。然之後啦，我開始了解到隻 game 點玩啊，我先發現，原來某一個名詞就代表 HP，我嗰個名詞呢就代表乜乜乜等等。喂，做乜要搞咁複雜啊？就知道 HP 冇咩？嗰個特別啲嘅術語或者專有名詞並唔代表你隻遊戲會變得更加 professional， 只會令到呢隻遊戲變得好唔友善啊！但係我發現而家時下好多遊戲啦，都係為咗要扮到好投入、好專業、有特別嘅效果，而加咗好多唔同嘅名詞。但係呢啲名詞係唔會令到隻遊戲增值㗎。一隻真正 professional 嘅遊戲，就算大家係一眼睇得出咩 HP 咩 MP， 都唔會影響隻 game 嘅評價㗎。如果你隻 game 嘅劇本寫得好爛，有機制好差，有遊戲優化好差，遊戲都唔會因為你改咗一個世界觀、改咗個專有名詞而忽然間變好㗎，唔會增加到玩家嘅投入感㗎。所以你要令到玩家投入啊，最緊要係你隻遊戲設計得好嘛。所以一路玩嘅時候，我見到呢度好多專有嘅 terms， 重點係我睇完都未必記得係乜。當我唔記得嘅時候，又要逐個去揾解釋。上手難度係超麻煩、超困難，所以呢個係我覺得超級唔好嘅地方。好啦，你睇完我嘅分析啦，你又有啲咩想法呢？你都可以喺留言區度分享下你嘅想法嘅。另外啦，如果你覺得我嘅評測有用，可以俾我 like 我啊。如果最近同朋友講起類似嘅遊戲，亦都可以 share 呢條片俾佢睇。如果想繼續睇我對唔同嘅隨時會做特價嘅遊戲嘅評測，記住訂閱我哋嘅超主觀遊玩評論室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